繼續來到基隆的仁愛區，有男子食毒騎車擱弄紅燈，警察要甲抓落來，男子竟然為警察甲整落，兩個警察倒地受傷，也毋過也是忍着疼痛，甲這個男子壓制逮捕，擱佇個身軀頂敲出着喪屍煙彈。這查甫人騎車弄環境，雙方懸倒在地。 這個女警被弄倒了後，表情看起來真痛苦。要過醫院抓這個查甫人，發現講伊是有食毒品。騎摩托車就直接騎上去呀、啊，因為那裡有路標遮住，他回頭要走的時候，剛好警察攔住。聽到警察說是不是那個吃毒的？ 初二透早5點外，46歲姓林的查甫人騎車經過基隆仁愛區256路甲正一路口的時，因為違規弄紅燈，員警就發現被卡查落來問想要到，伊拒絕臨檢想要逃走，騎車逃到南新街時，發現講有員警早一步擋住去路，伊咧直接弄過，造成兩個員警受傷。員警無顧家己的傷勢，將伊壓制在地，佇這個查甫人身軀敲着毒品煙彈，甲電子煙的珠璣。全案依刑法公共罪及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及妨害公務罪嫌，已請台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辦。剛才這兩個受傷員警無啥要緊，這查甫人毒駕擱弄員警，除了依法被移送偵辦以外，警方擱建請檢察官要申請受押，伊為家己離境行為付出代價。